开始今日的敬拜。有一人对上帝起来，名叫约翰。这个人来做干净，是要为着光做干净，互众人对伊来信。来，这位平安，咱三个来吟圣诗77首，阿罗上帝。约旦河边，约翰讲明，请起立。Yeah.
咱永远徛伫用主甲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去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领你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离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怎则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圣对，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必来到人内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今仔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第51篇，启应文51篇。就是耶利米书第17章，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为死的人的溃烂。因为踮伫旷野打扫的所在，因为亲像风暴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个。伊亲像树栽伫水边，因日到也无惊。空闲的年拢无挂虑。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俄罗你伫主日早时。阮谦卑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主啊，你是上伟大，你创造宇宙万物，你掌管一切。主啊，阮要学罗你的圣尊名。阮感谢你，因为听阮，为了阮死伫个世界顶，互阮真做无罪的。主啊，阮感谢你伫阮生命中每一个阶段的带领，你拢指示阮阮应该爱行的道路。伫过去一礼拜中，阮若是有做啥物得罪你的代志，阮求你赦免阮的罪，阮搁一摆来到你面前来悔改。即马阮要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主啊，伫明年有真重要的总统的选举，恳求你特别伫即个中间掌权甲看顾。阮求你赐予阮人民有教养的智慧，会当选出适合的人选，我嘛求你，互选出来的人，迄个掌权的人有智慧，互因会当所做的决策、所做的代志，拢是合主你的心意的。主啊，伫这个时代，人人拢只有看重家己，但是阮知影你是超过一切，而且主你知影，你安尼做，这是对阮是上好的。阮将一切交托仰望你。我伫即礼拜是大港节的开始。阮备万心来准备圣诞的庆祝，求主互每一位参与伫中间的兄弟姊妹，拢会当领受主你满满的恩典做伙来同工，照你所赐互阮的恩赐来服侍你甲你的教会。主啊嘛，恳求你互阮会当用即个机会，互搁较侪毋捌你的人来到遮，互因有机会来认捌你。即马阮嘛为着教会中有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你亲自来医治因，而且阁互因有信心甲气力来面对因的病痛。求你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听你所要讲的道理。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
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困求的声。这是咱请圣歌队来学乐赞美，因为因的诗歌即摆会伫那个周报内底是写毋着吼，是受伤、归属甲更新。啊，歌词请大家当看荧幕的 PPT。
感谢圣歌队真水的歌声，因的学乐赞美。即摆咱再来读圣经。今日的圣经是有两位吼，是伫马拉基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另外一位是马太福音第1章到第12节，第3章，歹势。马拉基书第4章第1节，万军的耶和华讲：看，迄日要到，亲像火炉在倒，既若骄傲的，甲惊歹的，要亲像草油。迄个要来的日，要一尽烧伊，阮家己拢无留着。独恁敬畏我的名的人，要有公义的日起来照恁，伊的实有医治的功效。恁要出来钓跳，亲像钓来肥的牛仔。伫我所定着的日，恁要吞打歹人，因为因要做火夫伫恁的骹下。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恁着记得我的奴仆摩西的律法。就是我伫何烈为着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伊的，就是律例甲法度。看，耶和华大过通惊的日未到的大声，我要找先知以赛亚到恁遐，伊要互做老爸的心活转伊的囝，做囝的心活转伊的老爸，免得我来救助这个地。另外一位圣经是伫马太福音第3章，当迄时。亚西的约翰来，伫犹太旷野宣传讲：恁着反悔，因为天国近啦。这人就是主托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讲有在叫伫旷野的，伊的声讲：避办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这个约翰穿绿道门的衫，腰下披带，伊所食的是草莓甲山野的蜜。迄时耶路撒冷甲同犹太。以及约旦四方的众人就出来就近伊，伫约旦河对伊受洗礼，认因的罪。约翰看见法利赛甲撒都该人侪就近伊的洗礼，就甲因讲：独抓的雷啊，治罪啊，只是恁闪避将来受气啊。所以恁着结迄号合伫反悔的果子，无得家己拍算讲有亚伯拉罕做阮的爸，因为我甲恁讲。上帝会对遐个石头出子孙予亚伯拉罕。打斧头已经下伫树头，既若树无结好果子的，就错伊迄落火。我用水甲恁行洗礼，要互恁反悔。若是对尾我来的比我较有关联，伊的鞋我也袂堪着摕。伊要用线绳甲火甲恁洗。伊的手提簸箕，要将伊迄场一尽拔。收伊的麦入仓，若是麦香，就用袂花的火烧伊。圣经读到这，那咱邀请本堂的张牧师来讲道。伊讲的题目是：这人就是。今日我咧用这个题目的时阵，有一寡感触。这人就是我的想法就是，咱每年总统要选举。咱到伫顶礼拜才知影，就是这人。这个有一点仔奇怪吼。因为当年的选举，咱大概真早就知影各党要杀出什么款的候选人。总是咱会通看见即届的选举，伫即个灰绿联盟内底，伊伫咧讲蓝白合。蓝白合讲足侪个月，到底上大的症结就是讲，是要白做正，还是蓝做正？什么人要做我的副手？所以大家拢讲，我已经甲副总统的位让咧，等你来甲我配合。总是事实上，因大家人咧争的就是。应该我是做正的，不管用民调用政党的支持度等等遮的，大家伫迄个所在拢咧争，我才是正的你应该来做我的副的。所以伫迄个所在争执不下咱伫顶礼拜看见最后还是破局了吼，因为无法度通，无人愿意要去做副的，大家拢要做迄个正
大家阮已经足大的诚意，一再拜访各方面望会通促成即个蓝白合的代志。总是今仔日破局是属对方爱负上大的责任，所以即人就是即人，到底什么人要做副的？无人要做副的，大家拢要正，我才是迄个应该做正。所以咱看见今年选举是真趣味，到伫最后登记迄天，咱才知影讲原来双方是三方拢已经有准备一寡副手，这个副手嘛，互咱感觉真惊艳吼。真早当然民进党有较早公布萧美琴甲赖清德在11点，民众党的柯文哲甲这吴欣盈去配，然后国民党然后落伫11月25才去甲伊登记起来。我的感受就是，这人就是要来做我的副手。总是咱伫大港节的时阵，伫圣诞节的时阵，你捌想过无？上帝先推出副手出来，伊有用假设的约翰来正做，过来要出场迄个主角迄个耶稣基督救世主弥赛亚来为着伊避难道路，为着伊来收编叫正人的反悔，来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所以伫大港节的时候，咱可能较罕去想到，事实上，上帝嘛有正手甲副手的分配。行说的约翰，伊做副的伊嘛真称职，伫伊的角色伫伊的信息，伫伊的行动内底来做正做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这个实在是一个真谦卑也真适当的人。所以行说的约翰，咱伫圣诞节的时阵，较罕去讲到伊，总是大港节。我今仔日望咱大家来思考这个人，也望你甲我，咱拢正做亲像行说的约翰。伫主要诞生的时阵，咱正做耶稣基督要降生前的开路先锋，来唤起众人悔改，来认罪，来接受一个新的国度的来临。所以行说约翰虽然后来伊从站头来顺道，总是圣经互伊会通讲，伫世间福音人所生的无一个比行说约翰搁较大。耶稣互伊一个最高的评价，咱讲上帝互世间人上大的评价，就是互即个父的，互即个行说的约翰。伊讲福音人所生的，从中从来无一个人较大过行说的约翰。所以，这个人伫上帝心目中地位是遐尼悬。今仔日望伫咱2023年大港节的时，望咱掠这个人做咱的模范，望咱正做主耶稣基督要降生以前，为着伊避难道路的开路先锋，请各位做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当阮点到第一支望会拿这个时，自阮心内大大祈祷讲：以马内利，是上帝求你甲阮三甲大。伫这个世代，阮需要望，我要期待上帝你搁一届来掌管这个罪恶创行的世界。当我抬头咧看2023年经过日子的时，阮看如烦恼较侪，较侪过喜乐，较侪过欢喜。苏联甲乌克兰的战争还未煞，伫这个年底时佫爆发中东地区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战事。当阮咧欢喜渐渐脱离肺炎的威胁的时，伫这个年底，佫有流行性的感冒、呼吸道的疾病，造成阮心内的惊吓。当阮欢喜台湾政党轮替已经到第几摆
要开始选新的领导者的时，主管看见今年中国的军机一再伫遐骚扰，互大海、南海紧张的局势愈来愈升悬。我看见规个世界本来全球化，伫最近毋若退回到冷战时期，搁较双方壁垒分明，大家开始武器的竞赛，大家开始制造核子弹，制造各种的武器，也要保护家己的供应链。这个世界分裂到这个程度，主管毋知上帝你对人类历史要安怎引传？什么时阵是历史的终局？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你甲阮三合一的，你是历史的主宰。恳求你带领阮头前的道路，毋若干那阮个人家庭、阮的国家，也对整个世界，互阮搁较期待比赛第二摆会再临。毋嘛，你通过人真有限的明白了解，上帝你奥妙的真理，甲今仔日要对阮讲的话，互阮诚做迄个人，就是互阮诚做行事的约翰，为着庆祝圣诞，毋是干那外面庆祝会三甲自餐来欢喜庆祝，搁较重要。大讲者，阮领受，阮也爱为着主修平你再临的道路，互你来掌管这个罪恶充满的世界。这是阮动心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我先甲大家分享，最近我偶然中读到一个真趣味的文章吼。这个文章是一个文史工作，叫李真祥。我毋知影咱这是几年前读的吼。这李真祥伊读到一本叫做《台风杂记》的一个文章。伊伫迄个所在看讲，哇，140年前台湾人原来是安尼。原来这个《台风杂记》是一个日本，当时1895只要有战争了后。台湾挂予日本，日本派一寡这官员来接收。其中一个叫做佐仓孙山，这个人，伊1895年就来到台湾，伫台湾3年久，到1898。所以伊伫迄个所在，用一个日本人一个殖民地的统治者来到台湾，伊对台湾的社会感觉真好奇。感觉真趣味，有一寡风俗，所以伊写一个《台风杂记》，伫遐来写伊的感受。这个李真祥，伊用一个角度，伊讲，伫迄个时代，1895，日本比台湾较进步，因为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所以会通讲较接近近代西方的文明的洗礼。所以1895年，一个接受过近代。这个文明洗礼的官员来到台湾，台湾也属于较落伍的所在。伊伫迄个社会现象，伊有一寡观察。所以这个李真祥伊感觉讲，我会通用文化比较学，我伫迄个所在来看，一个台湾文化甲日本文化迄种的冲击，是咱会通讲一个较。近代甲一个前近代，就是也甲伫农业社会较落伍的社会，迄种的冲击。李真祥伊的论点就是讲，如果伊当时140年前观察台湾人的现象，今仔日也搁伫台湾社会看会到的是，你就会通知影讲，你会通讲这是台湾人的民族性，台湾人的一个深层的文化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情形。用这个角度来看《台风杂记》所描写几项代志。这个日本统治到1895到1898这3年的中间，这个日本的警察所看见，如果今日也继续，咱也阁感受，
台湾社会还阁140年差不多，这个精神还阁伫遐的是。咱已经经过日本统治50年，然后国民政府等等，已经140年啊！啊，台湾人还阁是即种的思想、即种的表现的时阵，啊，这就是咱会通讲，迄是咱台湾人的一种性格、民族性，伫咱精神的深层的部分。所以啊，就用讲几项代志，互咱来做参考。第一个当然，即马即个已经无啊啦吼。当时1895年来的时阵，台湾人真侪查甫人爱食鸦片，啊爱食鸦片啊，所以拢受到鸦片粉的影响非常的大。当然，这种现象今仔日已经无伫咱台湾啦。第二项，伊观察到种台湾人对伫种姓吼，伊感觉非常的奇怪吼。迄个描写是安尼讲。台湾人真注重迄个丧葬迄个礼仪啦。迄阵当时若要土葬，迄棺木拢在用福州衫啦，用上好的棺木，在乌较深咧。伫迄个所在来表示即个对先人的尊敬。总是真趣味，就是送葬之际，拥弃人庶民。140年前到迄个孝女白琴这种的团队啊，就是亲人应该上伤心的是亲人，总是亲人无咧口说，请外口的迄种职业的人，伫迄个所口较大声细声，互别人感觉讲哇，这个家族对逝大人是遮尔尊敬。日本人讲，这感觉是一个真表面文章。我想，这个今仔日这项代志检采，抑阁伫咱台湾的社会。有时你若去到南部，抑阁有迄种的五子叩墓啦吼，孝女白琴，迄种电子火车，是讲这个乌道，若是壮士的时阵吼，排场很大，黑衣人几百名等等这的。来表示这种因对丧葬礼仪的重视，所以这个李增祥讲，伫这样代志观点，有看见台湾人比较丑陋的一面，就是拢表示形式主义，敢若表现伫外口伫迄个所在做表面功夫，实际上心内并是真正是安尼。这是第一个，因感觉。台湾真怪异的风俗。第二，这日本人讲吼，台湾人真骨力，一年365天无咧休困的，大家拢是干那要趁钱，大家人重商谋利嫌过年伊嘛唔甘休，我就是要趁钱要迄个。所以伊讲，这蓄财之思想出于天性，大汉细汉大家人直立之事莫不讲究。就是要得到一寡利益所以定台湾人真骨力。当然，咱即马左小儿女较少有一寡法律上总是这咱捌听过讲，台湾人都3项啦：行死、爱钱、爱民主第二个观点，咱会通看见，今仔这样代志伫咱的社会嘛也看会到。所以今仔咱要选举的时阵。拼经济互你趁大钱，这种的口号，也是对足侪人有真大的这个吸引力。所以统治者来讲，要去统治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真简单，就是互伊有经济上的利益。所以这个后来一寡在日本的统治者讲。台湾人只要有利可图，事实上要统治这群人并不是真困难。咱看最近的选举嘛是同款，差不多就是几百块我就会通我真心中的这票来出卖来互人买票去，拢袂去想到搁较长以后国家的前途。所以，这个民族性实际上也是个存在伫咱的内底。
所以，这个李增祥伊用这来看，就是讲，互咱看去140年前台湾人，今仔日还佫有一寡深层的部分，也伫咱的社会内底。所以，咱要安怎去面对咱即种社会规个风气，也要安怎伫迄个所在来导正，互咱知影看搁较远，搁较慎重来处理咱的人生、咱的国家等等这些代志，用反省的心。我想，这个就是咱伫这本册内底所学习到。我用这来做引言，就是140年前台湾人的怪异甲美丽，到伫140年后，有时咱也是看到这些代志。咱今仔日做一个台湾人的基督徒，咱今仔日咧读。毋是台风杂志，咱今日咧读圣经。圣经是2000年前一个著作，咱咧用什么角度去读圣经？要用什么款会了解去知影当时圣经对象遐个人安怎去想？这个是咱做一个基督徒读圣经所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因为事实上，咱都有时间甲空间的差距。140年，台湾人的这个有一寡风俗已经无去，总是一寡精神还佫伫咧。今仔咱咧谈2000年前，以色列人中东空间离咱搁较远，因伫无共款的文化内底，当伊咧读这段的圣经，当因咧听马列基咧讲要有一个以利亚。伫大个通惊的日子要到的时，因到底是安怎去了解、去想这个代志？所以咱是毋是会通跨越文化、时间的这个限制，去观察到这个圣经今仔日要对咱所讲的话，然后做一个主观的反省。今仔咱毋是干那要高举行色的约翰，今仔咱要对行色的约翰来看见今仔日。台湾的基督徒，咱伫圣诞节要迎接主当诞生的时阵，我的责任、我的任务、我的角色，爱安怎来扮演？所以咱先看，事实上人活伫历史的中间。阮最近去希腊罗马，更较会通去体会上帝互主要所第一遍降临的时阵，已经替伊备办这个历史的舞台。伫罗马，伊的法治。伊的交通，伊的和平安定，甲希腊人对伫哲学思想，对伫追求迄种灵性的方面，上帝伫迄个所在拢已经准备好势。总是以色列历史伫因的过程的中间，因经验足够侪，所以咱知影遮拢已经讲，大家真清楚。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伫主前7世纪、8世纪就已经灭国啊。南国伫主前587年就互巴比伦灭亡，然后为迄个时阵到伫1947年48年因复国，今仔日因复国了后，也是无法度通真自由来生存，周围遮阿拉伯国家虎视眈眈。遮以色列人今仔日面对巴勒斯坦，面对即个周围对因的敌视等等，因到底是安怎咧想的？因到底有甚物款的感受？咱毋是以色列人，咱无法度通完全了解。总是咱人对遮来看见，上帝为着耶稣的出世，已经准备好伊的舞台。咱知影先知册写较底有12本，12本的中间有3个先知是受掠倒转来，当遮以色列百姓互掠去巴比伦，波斯兴起，或者以色列百姓。流亡的以色列人会通倒转去重建圣殿的时，有3个先知伫迄个所在，甲因安慰、甲因鼓励。哈该、撒加利亚以及今仔日最后一位旧约的先知马列基。然后马列基以后400年无先知，上帝就敢若静默无声。所以马列基甲亚瑟的约翰这400年中间的衔接，迄时百姓因心内安怎想？因伫迄个所在非常的苦楚。伫耶稣的时代，为什么这个
国家今仔日是上帝选民，竟然遭受这种的命运？为什么？上帝讲伊是咱的上帝，阮是伊的选民。为什么这个国家一再或者世界列强伫迄个所在来欺负来？所以变做亚述啦、巴比伦到罗马，因无多人了解上帝。你通过历史到底要教示阮什么？阮安那面对今仔日这个境况，有时我感觉台湾人小可会通体会，当时以色列人这种的思想。咱有主权，咱有2300万的百姓。咱的经济、咱的各方面，伫世界拢排名第一，总是竟然伫联合国100几国内底，迄个敢5万人的都有投票权，都是联合国的成员。2300万的人竟然无一个主权，无一个代表权伫迄个中间。我常常咧想讲，哇！迄个习近平那个拜登，唔知会变做被谈判桌上互人出卖的筹码无？今日咱伫迄个所在，咱人体会以色列百姓，因嘛是咧感觉讲，上帝伫历史中到底阮安那去面对这个代志？什么时阵阮才会通家己做主人？什么时阵阮才会通有迄个你讲的比赛啊，来互阮复国，来互阮成做一个亲像大庇王朝强盛的国家？我想你若知影即种的心理，你就通体会为什么到今仔日以色列人也无人接受耶稣。因为因的比赛啊，因的形象就是帮助因复国，帮助因以色列成做一个强国，是一个政治，是一个军事的比赛啊。所以上帝备办的比赛，确是一个互人定死的比赛，哪有可能？上帝哪有可能互人定死伫十字架顶？这种软弱的，这种的人要安怎成做阮的比赛啊？伊无法度人接受。到今仔日以色列成做基督徒也真少，因为因无法度人接受耶稣就是比赛啊。因今仔日也咧听候迄个比赛啊。所以伫迄个所在，知影为什么咱会到安尼？为什么400年久？为什么咱亡国几啊千年久？马立基了后，上帝拢无咧管啊。什么人会当带阮带入迄个即种的命运？所以，逐时代，虽然上帝无出声，伫马立基甲亚瑟约翰出现这400年中间，因嘛一直咧问讲，弥赛亚来也未来啦？为什么也未来？因敢若会通弃掉伫马立基迄个最后迄句讲，伫迄个耶和华大过通行日子要到以前，我会找见一个亲像以利亚，伊要成做迄个弥赛亚会开路先锋，伊会为着比赛来临来做预备的动作。所以咱人看见讲，伫迄日要到，还是迄日等400年。上帝无时间的限制啦。对伊来讲，400年检采是民间的一件，对咱来讲是等真久。总是马立基或者受掠倒转来百姓一个愿望会到，迄日得要到。到迄日的时阵，行恶行歹的会受斩除。所以马立基是甲伊讲，迄日是一个审判的日，行恶行歹的会受剪除。总是伫迄日嘛会分出敬畏上帝名的人，要伫公义的日头来照应。今仔日咱用新约的角度，用基督徒的角度，今仔日主要说就是咱公义的日头照出咱心内的误会。互咱知影，即个伊的信息伊的救赎会通医治我心内这个罪恶，我成做一个互上帝看作义的人。到迄日恁要亲像伫牛条内肥的牛伫遐来雕跳，所以敬畏耶和华，伫上帝大过通行的日子到的时阵，一边是审判，一边是救赎。敬畏耶和华的人，要伫迄个公义弥赛亚光的内底。第3章讲到迄日有审判，这是咱头先所讲的
会分出好甲歹，义人得到高举，歹人要亲像火斧弹落去。马纳基也搁一届提醒当时受了倒转来这百姓讲：咱犹原毋通袂记咧摩西，上帝互摩西伫何烈山、伫西奈山，互伊的律法。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恁着守安息日，恁着毋通滥散称呼耶和华的名，你着孝顺父母，你毋通杀人等等遮的。所以我伫何烈山所吩咐的约，恁继续爱照安尼律例安尼来行。所以咱嘛知影，主耶稣伊非常清楚，是后来律法的精神被扭曲了，变做敢若去追求迄个细节末尾迄种的代志，迄律法的精神已经失去啊。守安息日变做足侪遮重担伫遮以色列百姓中间，所以耶稣讲：“我来毋是要废掉律法的，要互律法的精神搁一届定心来受到重视。弥赛亚来定心定义，什么叫做守安息日？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立，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设立。所以咱伫福音书内底看见耶稣有定心足侪定义新的律法。伊讲毋通杀人，耶稣讲毋是毋通杀人，就是你互你的心内毋通有迄个怨恨人，甲想要甲杀死迄种的念头。耶稣伫迄个所在来互这律法也有新的精神，然后。马拉基讲，伫上帝差遣弥赛亚来迄个大国堂镜的日，恁会先看到一个，亲像以利亚的即个先知到恁遐来。所以今仔日咱要对假设的约翰来学习，以马太3章就直接断言，即个假设的约翰就是400年前马拉基。所有言的迄个，亲像以利亚的迄个先知，真侪人爱用即个圣经，伊要互老爸的心活转，伊的囝，做囝的心，伊的老爸。我看一寡圣经的注解，伊是到底讲啥？伊敢是咧讲假设的约翰，还是咧讲耶稣基督？我读在我个人的感觉是，假设的约翰。无能力，互老爸、互天父的心转囝儿，伊无法度通替咱救赎咱的罪，互即个老爸去搁一届赢去迄个龙主倒转来。所以我认为，即个讲伊应该是咧指迄个大国堂镜新的约日子到的，是咧指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到的时阵，要互天父搁一届来接受即个龙主。即个犯罪囝儿伫伊的心怀中，耶稣基督用伊的听也吸引咱，搁一届来归向伫听咱的天父的上帝。上帝甲罪人的好好，要伫即个弥赛亚第一遍来临的时阵，咱伫伊的救赎甲祝福咱的真理的中间，咱要甲上帝好好。这也是保罗伫伊所讲的，耶稣基督拆毁中间三家的墙。互人甲天父、上帝甲人会通得到好好一样，所以咱来看见耶和华大国堂镜感谢的日子，即个以利亚会到400年后，果然有一个人出现，圣经甲伊号名叫做行色的约翰，伊嘛是叫做约翰。然后咱知影，不管咱头先读马太第3章，伊笑啥木道园，伊咧食。蝗虫野蜜伊的信息，甲古代先知共一样，所以伊的出现引起当时以色列百姓真大的注目。伊伫迄个所在甲因讲，天国君啊，恁着反悔。所以伊伫迄个所在来替上帝、替弥赛亚备办道路。第一个就是你都爱知影讲，恁需要上帝，你需要悔改，因为。迄个弥赛亚已经来啊，所以假设约翰是不是就是迄个马拉基咧讲以利亚、马太断言迄个就是。咱看迄时，即个假设的约翰虽然伊
今仔看起来，咱讲伊是特立独行，总是伊相当有吸引力。耶路撒冷附近地区的人，逐个人伫伊的信息、伫伊的吸引内底，拢去约旦河接受伊的洗礼，认因的罪。因为当时包括马太认为，这个就是马勒基咧讲的迄个以利亚，新的时代得要来临嘛。所以迄个气氛渐渐酝酿了后，侪人就去约旦河来接受耶稣的约翰的洗礼。咱小可来看马太第3章的这段圣经，伊叫做几项代志。伊讲到第一，周君上帝要迎接弥赛亚上重要第一个就是悔改，认着反悔，都爱深知影我需要，我会最需要这个弥赛亚来赦免。第二，恁迄个反悔，毋是干那反悔尔，恁都爱结迄个合的反悔规矩。意思毋是干那嘴讲我要反悔，心内讲啊我都有悔改，你都爱有行为，就结迄号合的反悔规矩。你的行为要证明了你真正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第二项，伊就讲到，甲遮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讲。你唔通想讲，我靠着血统，我靠着我的身世背景啊，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就能得救。伊讲，上帝通对石头生出亚伯拉罕的子孙出来。伫新的国度，唔是靠血统，唔是靠你受的教育，唔是靠任何的迄落，是靠悔改认罪，结出规矩来。然后伊讲，我用水甲恁行洗礼，是互恁认罪悔改。总是我的洗礼无够，迄个底尾我来有能力，伊要将圣神甲火的洗礼伫恁的中间。所以咱甲即个信息，甲即段小甲分析一下，有几个就是天国军啦，迄个弥赛亚，迄个以马内利已经得要来临嘛。第二，确实着悔改，结出规矩出来，互人知影，我这个不堪的人，我真正归服伫上帝，我就要活出基督爱我活出的款式出来。新的国度的光明，迄个弥赛亚国度的光明，毋过是血统，毋是以色列人，毋是上帝的选民，毋是讲阮已经第6代基督徒，毋是讲阮老爸做牧师，我做长老，毋是这阶级的界定。已经是用人甲上帝个人的关系来界定，然后这个基督，我行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基督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我个人读这段圣神的洗礼甲火，一方面是救恩，圣神的救恩做咱得到救的一个凭据，火的洗礼是咧代表审判。等最后的审判的时阵，敢若两个结果：你是进入荣耀，还是变作恢复伫土骹，互人吞踏。所以咱人看见行洗礼约翰，伊做一个开路先锋，伊对弥赛亚即个介绍，伊讲无偌久，迄个弥赛亚特别第一届降临，伊比我较有关联，伊要用圣神，我甲伊体会都无够呀。所以这个父的实在非常的谦卑。我是甲替伊做一个开路先锋，介绍你备办心来迎接这个人。伊知伊家己的使命，伊知伊爱讲什么话啊，所以恁接受我的洗礼无够呀，因为这个是表明讲恁有迄个心要归向伫这个弥赛亚，恁需要接受圣神的洗。奉基督的名所领受的是圣神，所以咱有时长老会毋是非常强调圣神，就互批评讲啊，恁都拢无咧讲圣神。无咱大概你伫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的时阵，就受到圣神的印记。所以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50节讲，他备办咱得到救恩，这个上帝。用上帝的圣神做定，
予咱。圣神诚做咱将来做上帝百姓的一个保证。今仔日我去订一个西装，我交一个定金，伊就给我一个收据。即将来我摕这个收据去领我的西装。这个圣神已经咱是主的名、三位一体的上帝名接受洗礼，所以咱逐个人心内拢有圣神伫咱的心内。问题是，敢若亲像保罗讲的，你到底要听圣神的声，还是要用家己的情欲去判断代志？保罗伊伫罗马第7章讲：看我的罪人，我知影圣神伫我的心内爱我做这，总是我的。都家己的迄个意愿，我的灵，所伫遐迄个所在挣扎。伊伫迄所在求上帝，互圣神做主来立立我的生活。所以今日咱有圣神做定，伊用圣神来洗咱。圣神甲火表现两方面，一个就是上帝救恩，上帝救恩通过圣神伫你的心内来互咱确信。我今仔日已经得到上帝圣灵天国国民的身份，所以有所第1章13节讲：第一，恁也已经听见真理的道。咱今日接受圣神，咱今日来做礼拜，咱今日来读圣经，有听见上帝真理的道。咱知影这个福音是要救我，得到永远的活命，要互我将来肉体过活，互我无过互死亡甲罪恶来审判。所以咱若有这个信接受洗礼了后，就伫伊有所应允的圣神抗印，已经圣神的印啊，放伫咱的心内，诚做咱做上帝囝儿身份的保证。血洗礼，我个人领受血洗礼代表就是审判，对伫拒绝的人，像马拉基第4章第1节。到伫迄日，咱今仔日所有人有一天伫上主耶稣基督白色大审判、大宝座的面前，咱犹原也都要受血洗礼。咱是毋是人通过即个上帝的审判？如果咱若毋是真实来军地的时阵，伫迄日一尽杀的消毒，将迄个马收入尺仓，将迄个恢复。带伫外面，这人就是马太3章讲，假设的约翰就是以前以赛亚以及马勒基讲的，为着主弥赛亚临到背叛道路的迄一位。假设的约翰伫伊的时代，伫主耶稣第一遍再临的时阵，伊扮演非常完美。开路先锋的角色，所以咱已经领受到救恩，咱已经领受圣神的洗。耶稣基督第2次再临的时阵，就是血洗礼。血洗礼再临的时阵，咱是不是已经备办好来面对主耶稣基督的再临？当年的圣诞节咱拢真无闲，当年的圣诞节咱拢真劳力。但是当年的圣诞节，咱是毋是搁一摆定心来思考我的角色？我毋是伫即个欢喜快乐气氛内底一个享受者，事实上，我就是迄个行洗的约翰的角色。我伫迄个所在爱来传即个福音，互人知影天国君啊，恁着悔改。事实上，咱的人看见最近世界的局势，互咱感觉不知烦恼。咱对伫启示录，甲咱讲有一天人类的历史会终局。咱看国甲国即个对立、政党的对立，人甲人中间的怨恨，咱看见这毋是干那退回到冷战时期，咱看见这武器的竞赛，人有能力通毁灭家己。你若毋是用武器来毁灭家己，就是咱对整个地球的迄个环保意识，咱看见气候的变迁，造成今仔足侪问题。咱嘛毋知 AI 科技的发展到一个程度，对咱来讲是好甲歹，是毋是将来人会去互机器人统治？咱定看见这个问题。
这世间的局势继续往迄个最后的终局咧迈进。到底我准备心好未？耶稣基督再临的日子到未？主捌甲耶稣捌甲遐学生讲，恁大概若看见即个无花果树开始咧播结子的时阵，恁知影讲，热天伫要到啊！今日看见世间局势咧变化的时阵，咱毋知什么时间是终局，总是咱至少要有一个警醒的心，知影无一定伫我也咧喘气的即几年的中间，上帝阁要临到。那安尼我是毋是准备好啊？那安尼我是毋是会通伫主耶稣基督圣神的印记内底来领受迄个永远的活命，进入伫上帝永远要互咱永远的天国。这个时代，你甲我拢是马勒基，拢是约翰。毋茫咱伫即个月中间，咱有机会甲咱的亲人、朋友、囝儿来讲，上帝听咱，伊毋茫咱的心转往天父，天父的心会转往咱。咱是为着主来备办道路的，因为咱着悔改天国近啊！咱用这个圣经节来做咱家己本身的条件，做伙来读。你着反悔，因为天国近啦。这人就是主托先知以赛亚所指的讲，有得叫伫旷野的，伊的声讲，备办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马太3章第2节到第3节，主要毋是咧指别人，是咧指你甲我，咱来为着主的降临，为伊来备办道路，也备办咱家己来迎接这个以马内利的降生。所以来祈祷，天父，我感谢你伫大港节搁一届，互阮知影阮的责任，知影阮的身份，帮助阮。扮演亲像行色的约翰这种的角色，互阮知影天国近啦，阮是毋是已经备办好势？求你的心转往阮，也求上帝圣神提醒阮，将阮的心时常转往听阮的天父，接受你已经替阮完成的救恩，接受这个第一遍来临的弥赛亚，然后听候。主耶稣基督，弥赛亚第二次的降临，互阮通过血洗咧，进入伫永远的迦南地。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咱先甲来吟回应诗，圣诗343首，咱吟第1节、第2节。救主耶稣我日子，请起立。咱请陈振宇、陈小文技师来书写。
很感谢，请起立。消息吼，今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个主日，阮点第一支代表期待甲希望的蜡烛，请大家会当备办心来迎接基督的降生。即礼拜开始，第二场礼拜了，拢有准备地点，请大位兄弟会当留落来伫地下室，互相交易请安。第二，为顶礼拜开始，团导组就有用咱的官网提供灵修的资料互兄弟。若有要参加的人会当扫迄 QR code， 就是这 QR code， 周报内底嘛有，而且你会当回复讲要参加。第三，后礼拜主日礼拜了，伫6楼要召开小会，请有要洗礼是更新的兄弟会当先互牧师知影，而且你嘛会当落来参加，问道理。第四。圣诞庆祝会的消息，我简单来报告，有真侪周报内底拢有写吼。12月23礼拜6的下晡3点开始有跳蚤市场，佮有庆祝会，6点开始有圣诞的爱餐。另外是大家厝内若是有无需要的物件，但是是好的物件吼，亲像电子产品吼，有衫佮玩具佮绘本吼，会当伫12月9号摕伫办公室，互恁来准备。另外，圣诞爱餐的报名是一个人100块，若是用团客来做伙报名是较方便啦。12月10号进前，团客会当甲名单交互办公室。若是个人要报名，会当找思涵12月17号进前，遮拢有周报内底拢有写吼，会当用网络报名嘛会使。上尾是圣诞爱餐各团体的分配吼，看你是属伫倒一个团体的人，地下1楼是上年、妇孚、妇女甲圣歌队，4楼是主要甲基招，5楼是搬招小基石，佮有敬拜团、查经班，6楼是青年甲少年其他的消息大家当家己看。另外第5是教会最近逐项的活动有真侪，请大家当家己看。特别要注意的是12月24号甲12月31号的2个礼拜拢是联合礼拜，所以第一场咱暂停。第6点是因为年度要关校的问题，请大家对外的奉献吼，是爱伫12月17号进行来完成；对内的奉献是爱伫12月24号进行完成，请大家留意。以下请牧师看有要补充报告。是咱集体交通方面，咱有看见咱敬听方舱的医师的妈妈吼伫11月25安息，伫12月11要伫二滨吼，请咱特别为着遗嘱来代祷。伫这天气变化较大的时，请咱长辈大家保重咱的身体吼。伫这段时间，我来代表教会欢迎伫咱中间，今仔日有一位我遮资料吼，李维珍小姐吼，李维珍小姐，咱欢迎伊。伊讲是纯的学生哦，纯还有学生安尼。林纯老师的学生，即马伫马街咧服务，所以咱马街一寡兄弟会通甲伊多认识一下。一方面我感谢青少年团契，咱看见教会开始一寡圣诞的布置。暗时如果你有散步来看，咱外口的这个圣诞灯、圣诞树拢真水。那住伫附近的时阵，你暗时来遮看，因用真侪时间布置咱这圣诞节。希望咱大家欢喜来庆祝这个圣诞。
今仔日上联团结讲礼拜煞，请留伫即个所在。因要小可练一个圣诞庆祝会，顺要唱2条歌吼。小可唱一个，安尼大家较熟一个。为服务组已经替咱准备，为即礼拜开始吼。礼拜煞如果你要甲人开讲，也是去讲要甲什么人烧酒落去楼骹，咱有准备真简单的地饼，毋是中昼啦吼，敢若简单的茶点。咱伫迄个所在坐在遐啉一个咖啡，伫迄个所在来开讲吼。欢迎咱大家留伫教会，大家有个亲密的交陪吼。所以咱利用这来请大家留咧。毋知我有特别需要介绍，或者无资料的人需要我特别介绍。若无欢迎咱大家吼，礼拜煞留咧，搭地下室也好，搭1楼也好，咱做伙伫迄个所在来交陪。希望过来即礼拜，大家伫主的祝福甲稳定下面，拢真平安来经过，多谢。好，咱阁继续来吟圣诗373首，第3节、第4节。唱了，请牧师来作导，请起立。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以伫因带祝福，甲咱正大家三日的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